好，我是布丁。今天我们打的是情人节 VS 白色情人节大战争的3星关卡的最后一关——遗忘之爱。然后里面有很多黑色跟天使敌人，然后所以我带了最近抽到的斗笠地藏，它真的是太棒了。然后前面有5个盾牌，还有一只轻怪的，然后打无尾熊的，跟坦克，然后后排，然后道具带了土豪，然后猫型电脑，然后狙击手，土豪其实要带不带好像都可以，只不过我只是一开始就想耍废，开电脑。好，我们先存点钱。一开始先把电脑给关掉，然后等对面的无尾熊冲出来，然后龙宫兽可以等那个天使的星星黑色星星出来再出，要不然前面出会直接被那个无尾熊拿那个锤打爆我。被那些天使狗给咬爆。好，努力出后排，然后用狙击手的控场跟狼女的控场，不停的打飞他们，然后等关麻烦的鸽子，对鸽子，对，真的鸽子有点麻烦。只要他一直打到波动就很麻烦。好，清掉了，哈哈哈哈！我觉得现在可以出，有了之后就可以开我的电脑。不，狼女又被咬到了。耶，我算真刚好，黑色星星果然来了。鸽子不要过来！哦，龙宫兽不打工。好，开电脑。开启电脑，给电脑打。哦不，哦没事，还以为龙宫兽要嗝屁了。我们只要一直叠龙猫，就很稳稳的。一户现在没小怪，就是输出那个尾熊最好的时机。然后就有小怪来啦，你们这些万恶的小怪，然后没钱了，没钱要把电脑关掉，要不然哦耶又打死了，好够，算了，不要开好了，手动操作，剩下就给地藏雕打他们，就虐起来，虐他们，快地藏！把他们全部打爆！打海獭，超硬的，血超厚。耶，11只，耶，11只，耶！鸽子也挡不住我们了，
耶，碰塔喽！开塔，开塔时间。哦不，无法再出击。快拆掉了，就差这么一点点，拆了，就快了。